用的鉴定，有一位乡亲来指控，讲伊到徛街附近的诊所手术着白内障，讲这个机器害去，甲因一工才来开刀，但是煞医师来使用着EB的机台帮伊做手术，害伊到呾已经过5个月啊，正边的目睭也看无。医师是出面来驳回，讲这个机器本地就有真侪台，毋是用备用的机台。当工无甲动手术，是因为要先来评估着状况。即摆双方是咧起小告。折断安尼有。就只有对那个光有反应而已。黄先生用手指要试讲手术后的正蕊目睭敢看有，发现讲拢暗目睭嘛共款整整。手术后5个月，伊正蕊共款佫看无，伊控诉讲即摆是白内障的手术所造成的。目睭无看，吼，的原因，伊迄阵是安尼讲的，讲机械换内底讲接头，有可能上迄个问题就发生伫遮。63岁黄先生1月7日去高雄鉴定一间离因兜较近的眼科去做白内障的手术，自费3万块换水钱体，过2天依然看袂清。当地4医师伊判断讲这是飞蚊症，本来1月7日要手术。医生讲机器有问题，改到过2天才手术，敢若是用EB机台转去了后，目睭依然会痛。1月12日，医生佫赶紧做处理，不过正蕊依然是看无。回我说哦，又不是差那1-2分钟都会死，这种东西1-2天治疗也都可以。诊断证明书这边也是啊，他的眼睛让他操作这么久了，那他怎么到现在左右眼还分不清楚？患者查某囝不满医生的态度，诊断证明书明明开的是正蕊，竟然是写倒蕊。面对这个控诉，医生有出面解说。这只是一个误解，因为机台本身有很多台，没有所谓的隔天才做手术，而是一切要等到评估到有需要手术的时间才手术，而不是改诊断书的问题。我想那个应该是要等待厘清啊，可能是一些行政上的需要修改这样而已。双方调解过2摆拢无成，5月15决定告这个医师过失致死重伤害，转诊到其他病院，其他医师嘛表示讲，我都保证会当恢复视力。本来驶计程车黄先生，即马袂当阁驶车，目前双方拢决定要行法院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